上個禮拜過大海去中山探爸爸媽媽，車一出珠海隧道，唔使20分鐘就到三鄉。當初送佢哋北上養老，心入面仲有牽掛，而家每次嚟反而變成自己嘅一種期待。社區光猛企理，姑娘同護工見到熟客就會點頭微笑，記得每一位老人家嘅作息喜好。爸爸媽媽間屋向南，2房1廳，陽光成日灑滿晒成個露台。媽媽種嘅幾盆薄荷同辣椒生得好茂盛，爸爸就最鍾意朝早坐喺度，邊飲茶邊望住出面嘅山景，話好似同以前屯門望山嘅感覺好似，但係視野就更闊落。佢哋嘅時間表排得仲滿過我，爸爸迷上咗打高爾夫，媽媽就定期同幾個姊妹打返幾圈麻雀。周二嘅書法班亦風雨不改，我見佢哋好似返學咁有動力，我都忍唔住笑。真正令我安心嘅係社區周到嘅配套，媽媽有專人同佢做腰骨理療同汗蒸，爸爸就跟住營養師餐單食飯，血壓 keep 得幾好。臨走時，媽媽笑住同我講，工作忙就唔使頻撲過嚟，話自己喺度識到唔少投緣嘅朋友，睇到佢自在嘅樣，我就知道當初嘅選擇冇錯。車慢慢咁離開三鄉，我諗下次可以帶多幾盒爸爸最鍾意嘅杏仁餅上嚟，等佢同班新朋友一齊分享。原來揾到一個安心嘅地方，老人家同仔女都可以各自鬆一啖氣。